電腦56啦，我諗睇得我嘅你哋啦，都可能40-50噶啦。最近啦，我有感而發喎。最尾啦，我會講美斯同埋 C 朗啦，球壇孖寶。之前啦，我仲有3位㗎，就係咩咧？見到佢哋啦，已經年華老去啦，我心諗係我哋送佢哋啦，安然咁退休好啊，定係寄望佢哋尚有餘暉啦？未講美斯、C 朗之前啦，我想講啦，前2個禮拜我已經講過噶啦 ，NBA KD 入唔到季後賽。LBJ 一輪遊，咁而家啦，肯定咗 Game 5金州勇士啦嘅居里都打唔到啦，因而咁咧落1-3，可能金州啦，或許被淘汰機率亦都係大啲啦，即係話居里都冇埋，連分岸決賽都入唔到嘅。另外一位啦，最近我哋猛咁講趙心童好嘢，咁你講趙心童啦，我唔知點解啦，最關懷我哋中國桌球啦，奧蘇利雲最近佢亦都係打得唔好啦，然後話啦。我會去沙特住半年，睇睇我自己啦嘅桌球學校。同時間我要諗一諗，究竟我仲打唔打波？因為最近打到劈茄咁，繼續打到咁，不如唔好打啦。咁而網球咧就迪祖高域啦，啱啱官宣啦，同佢合作咗半年啦，亦都係4大天王退役無紀律嘅 Andy Murray 啦，唔會再做佢教練啦。點解咧？最初澳網入到4強可以啊，跟住嗰2-3個月啦都相安無事㗎。最近啦2個賽事都係一輪遊啦，迪祖高域可能覺得唔妥啦，就唔再同咧 Andy Murray 合作。咁呢一位咧亦都係同我哋中國網球壇好 friend 嘅迪祖高域換教練，計上啦尚有餘暉啦。但係睇到而家呢一班咩艾卡拉斯嗰班啦咁鬼勁啦，我都覺得問啲咁多。但唔緊要㗎，你已經有你哋足夠嘅光輝證明你哋嘅偉大啦。嚟緊落去，我哋作為咧運動迷咧，一定會陪伴你哋㗎。好啦，足球咯，近啲啦。亞納沙啱啱連亞冠決賽都入唔到㗎，鎩羽而歸 C 朗啦，屈指一算啦，我係攞過個阿拉伯嘅杯賽啫，杯仔嚟嘅啫，重要賽事未攞過。講唔好啦，下年嘅亞冠亞納沙都冇份參加㗎。據聞阿朗大發雷霆，佢話如果你要同我簽約啦，去到2027將約好地簽緊㗎，但係突然間提出咗好多點啦，要求嗰啲徹底改變㗎，由領導層啦、風格啦、教練組啦、球員啦、球員包括啦，沙地有啲國腳唔好要啦，外援換個批等等啦。當然 C 朗自己亦都要求啦7000萬歐嘅人工，開始有輿論覺得啦 ，C 朗啊，你已經過咗40，球會俾咗呢啲嘢你。換咗你要嘅教練，係啊，佢連教練皮奧尼都要換啦。你係咪保證攞到冠軍先？正當有好多人都懷疑啦，亞納沙未必會讓步。不過 C 朗球迷啦，可能可以放心啦。據聞啦，呢2日傾得幾好啦 ，C 朗續約嘅機會啦，都係比較大嘅。好啦，仲有一位啦，就係美斯啦。聽日我會講美斯嘅波㗎。到6月中我哋都會講啦，美斯喺世俱杯嘅揭幕戰喺2個唔同平台嘅，喺抖音聽日啦，我會10點半鐘講美斯。美洲比賽啦睇得幾密㗎，所以美斯啦而家都唔會連續2場波上陣，但係而家咁嘅情況啦，美斯聽日啦唔可以唔上陣㗎啦。因為你自美斯加盟啦，馬美國際未試過成績差得咁緊要㗎。啱啱1-4輸俾明尼蘇達啦，即係美斯加盟以嚟啦，輸波嘅最大分差啦。而明尼蘇達啦，亦都用咗啦馬美國際粉紅色嗰件球衣啦，係揶揄啦隻國物㗎。咁令到咧不嬲好脾氣嘅碧咸啦，即係馬美國際其中嘅老闆啦，都要公開啦係反擊翻明尼蘇達啦，搞到件事嘅氣氛啦好難睇㗎。但係國物自己本身我都講㗎，近5場輸4場，仲要咧失咗14個入波。不過小馬哥啊，馬斯查奴啦，同美斯舊隊友、好朋友啦，佢就話啦：我哋有4至5日，大家一齊講緊嘅咧，唔係改變個防守，唔係改變啦點到面，而係改變啦我哋嘅團結精神。我哋一定要知道你一家人咁去打波㗎，想令到聽朝嘅場波啦，好想睇啊！繼續冇蘇亞雷斯，得美斯一個啦，辛苦啦，要打單箭頭，用5個中場去支援佢。究竟呢班人能唔能夠令到美斯馬美國際重回正軌啦？冇忘記啊！喺5場波之後啦，馬美國際啦都叫做以主人家身份啦，喺美國主場啦打呢個新一屆嘅世俱杯。咁到時啦狀態一定要提升㗎啦。不過都係嗰句啦，年華老去冇得避㗎啦，38、39、40過咗40，你仲想佢哋生龍活虎啦？好難。作為球迷陪伴你哋嘅英雄偶像，一路到佢哋年華。